OK，上課啦。OK，今日係 Easter 吓，咁我哋喐起嚟，分分鐘你哋今晚食好多嘢。企住啦，有幾個企住一齊企住，企住開始要喐動啦吓。早晨，好，將腳分開。首先搖一搖先，搖下左邊，搖下右邊，慢慢搖。係啦，個腳分開現啫，係啦，鬆一鬆佢先。好，鬆嘅同時睇下前面睇下，師姐後面睇。鬆嘅同時慢慢將個腰放鬆。之前你個腰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鬆嘅同時將腰放鬆。我今日呢件衫好緊，你就會睇到我啲腰睇得清楚啲啦。腰放鬆，腰放鬆，再闊大啲，大啲。轉頂有啲，你放心，我唔會好似星期六嗰啲班咁難噶。你問下佢哋啦。你知唔知我哋星期六做咩啊？做俾你睇。我哋就咁樣係咪？我哋星期六個班啊，你問佢哋。我唔需要你哋做。好難噶，唔容易噶。係啊，好難啫，難啫嘛。梗係唔係啦？你好似黃狗屙尿咁樣。我黃狗屙尿肥咗啊。OK， 好，慢慢啊，跌倒。係啊，我哋做得好好啊。OK， 好，鬆咗啦，係咪？好，揈水揈過嚟。今日係玩嘢吓，今日係 Easter 吓，我哋嚟玩嘢，人哋去搵雞蛋，搵嗰啲彩蛋，我哋就係喺呢度搗蛋。OK， OK， 好，我哋喺呢度搗蛋。嗱，你冇少睇呢個動作，好似你玩乜嘢啫？其實咧，你過嚟嗰時重心嚟到呢度，係咪？個手一撥過去，重重地撥過去，就好似你喺水入邊咁樣嘅 ，right？ 慢啲咧，你會 feel 到你個手背、手前面有氣噶。嗱，好似阿馬太啊咁樣，係食夜粥嘅咧，就實係有感覺噶，係嘛？係，慢慢嚟 ，very good。好，撥個水高啲，哇！大浪嚟咗，揈過去，慢慢，一陣間仲有更加好玩嘅嘢翻嚟。你睇我腳尖，轉過去，揈過去，轉過嚟，揈過去。我哋係玩嘢，慢慢玩，慢慢練，係啦。有冇着住啊？一陣又錄唔到，好嚟，最後1、2、3，咩跌咗啊？哦 ，OK， 好，唔緊要 ，OK， 好，翻嚟啦，鬆一鬆佢 ，OK， 稍微蹬一蹬，成身蹬。嗱，你會 feel 到你個膊頭，如果你係好認真咧，你會 feel 到嗰啲感覺咧。呼吸氣，震，將全身俾佢震鬆佢。如果講嘢咧都有震音㗎，幾好聽。好，嚟鬆一鬆佢先。入邊打麻雀，我哋出邊都打麻雀 ，OK？ 呢個叫做搖法。好，打開腳，咁將手舉起嚟，好似我哋 barbecue 手咁樣，係咪？我咪教過你哋 barbecue， 放鬆啲啊！阿燕姐，唔好咁緊，鬆少少，翻嚟，身體冇喐，打麻雀。阿玲姐，你嘅屁股冇得叮叮當當 ，no， 屁股冇喐，就係手喐。你 feel 到你個腰喺入邊扭住，下盤穩啲，係啦。我馬上就一聲啦，慢慢翻嚟。
搓埋腳 ，bend 你個 knee 少少，係嚟，呢個叫做搖法。我咧如果夜晚做咗站樁咧，我夜晚就好瞓啲。我嗰日偷懶咧，我個天啊，瞓唔到覺，成晚都瞓唔到覺，所以呢最少我都會揈手甩手工啊！我冇教過你哋甩手工咧，right？係好啲嘅。加上我依家又係嗰啲更年期啊，啱啱係瞓覺好難瞓嗰啲時候，你一做咗嗰個站樁咧，就好好瞓。我有時嗰日做，琴晚做咗9點半，我已經頂唔順啦，我瞓覺嚇，好難得啊嘛。好，我之前仲話靠啲咩成茶呢樣搞嗰樣，我依家乜嘢都唔用。OK， 姑媽打麻雀，我哋都係打麻雀。嗱，遠過嚟，拉翻嚟，拱過去，有嗰啲感覺先得㗎。阿群姐有冇啊？係咪好正？係咪？哇！下面你 feel 到，哦，下面好似一潭水咁樣。我頭先起咗下雞皮添，係好噶。你個 knee 可以 bend 少少，阿玲姐 bend 少少，紮個細細嘅馬步。馬睇你個腳冇繃得咁直。如果好攰，坐低冇問題。bend 少少，係 bend 少少，慢啲嚇，我哋唔好學佢哋咁快啊，慢。阿燕姐個手指伸開，有少少發力。嗱，個腰住，有冇覺得我呢排好似瘦翻少少係咪？但係呢排我濕氣係比較重啲，我知道喎。我肚腩一肥咧，我知道我濕氣又開始啦。你睇我條脷白白地，最後3個圈，1、2、3，翻嚟。呢個叫咩樁啊？伏案樁。停一停先，我哋仲要做另外一邊。我睇將個旮旯底鬆少少，係 feel 住好似係撳住個台咁樣 ，very good。嗱，離開呢個手呢，又好自然係差唔多一立咁樣。阿何兄手係平嘅，如果你手咧一高一低咧，你入邊嗱，你自己 feel 下一高一低嘅感覺唔同嘅係咪？你嘅內臟個分布啊，同埋內臟嗰啲經絡走都會唔係咁好，同埋手先打開有力，冇將我兩個嘴角嘟到嚟。係啦，係啦，因為點解咧？當你咁樣嘅話咧，你條眉咧，你唔可能將你點笑，好難笑噶嘛，係咪？你個眉心放鬆佢，你個嘴角上揚少少，好靚噶。咁樣咧，你成個面目嘅你幾靚，成個面目嗰啲表情鬆晒，你啲經絡就鬆咗，係啦 ，OK。練到我哋個個變靚女啦 ，very good， 係非常之好噶，個樣就會變成慈祥好多。馬太睇，馬太幾靚，我又中意佢嘅白頭髮，好慈祥，我好中意你嘅，係冇染啊，冇染啊，就係咁樣啊，好慈祥，面帶微笑嚟練功。好，等一等。好，慢慢伸出去，搖翻另外一邊。
頭先係另外啱啊 ，right 啱啊嘛。頭先我哋咁啊嘛，依係咁啊嘛。翻嚟，你同我相反，你同我打對台，你同我相反嘅，唔緊要。你頭先整咗邊度做，轉另一邊。阿燕姐，你咧得閒咧又食多啲梨啊，嗰啲白色嗰啲啊，係補肺嘅嚇。白色啲係啊，白色嗰啲啊，好似淮山啊，原來係白色啦，嗰啲係咪係白色咧？因為我依家係學咗幾個星期，先係學咗2個經絡嘅啫，學咗手太陰肺經。因為我哋好多學生，我哋都係有哮喘嘅問題，係咪？仲學咗手太陽大腸經。OK， 肺經咧係朝早3到5點，大腸經咧嘅走向咧係5到7點。OK， 大腸經啊個腸啊個大腸個經絡咧係5到7點，通常咧係5到7點啊起身去去排毒啦。呢個時候排毒係最好噶，就可以將你身上面嗰啲污糟嘢全部排出嚟。我通常都係呢個時候起身嚇，6點半7點鐘我起身就要去排毒嚇。朝早啊 ，no every single 唔係，呢個就係講大腸經咧嘅經絡咧，係醫書所說咧，就係5到7點係大腸經係活動㗎。我朝早實係呢個差唔多呢個鐘數，最遲都係8點鐘，最遲啦7點半我肯定又要去㗎啦，7點半8點鐘咁樣最遲㗎啦。OK， 嗱呢2個經絡咧。顏色咧都中意白色，所以你多睇下啲白色啦。好似阿燕姐今日着咗白色衫啊，咁樣嚇，都係好好噶。好，嚟一陣再教你哋。OK， 靜心，再畫5個圈。阿玲姐，你睇下你畫到，你畫啊，你再照鏡睇下你自己啦。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啊？好，翻嚟2個手打平開，合少少，好重係咪？開，合少少，慢慢將右手放喺腹前面，左手喺上面，慢慢將腳伸直，眯埋眼，個手心係發熱㗎。將個熱力慢慢傳向你嘅肚臍，試下輕輕嘅吸氣，個肚係咪鼓起嚟㗎？呼，慢慢個肚沉落去，吸氣個肚慢慢鼓起嚟。呼氣慢慢沉落去。慢慢將眼打開，好，將手鬆開，喐一喐手，喐一腳。哦，係喎，得，等先，喐下手，喐下腳，跟住阿師姐慳電啊！我哋要閂翻個冷氣，我嚟閂。係咩？我開咗抽風得㗎。我開抽風，我閂咗嗰啲，抽風仲好。係我開抽風。
哦，唔緊要，冇，唔使，唔需要。OK，好，轉一轉。OK，踢一踢腳。嗱，後面，我睇下邊個唔啱啊？阿何兄，將你的腳往上踢，有一日踢到你個籮，踢馬蹄過少少，一日就撞到你個凳。嗱，記得踢嗰時咧，你睇下我個呢度啊，我唔係咁樣噶嚇，咁樣係操兵噶嚇，操兵係另外一個玩法。踢嗰時咧係個，我寧願你就算踢唔到，你個腳向後走，試下扶住張凳，穩啲，扶住張凳，咁樣打側，扶住張凳打側，咁樣扶住張凳打側啊！如果唔係，有時可能踢，轉個凳，好似我咁樣 ，this way，這樣子 ，OK， 扶住張凳嚇，嗱，慢慢將個腳向後。後啲唔緊要，試下，唔好夾起嚟啊！係 only arch 呢度，有冇感覺啊？呢度有冇啊？係斜呢度啊！好，翻嚟，另外一邊，我俾你哋睇住我啫。旁邊有冇感覺啊？呢度有嚇，就係要咁樣向後踢，扯嗱，如果你哋睇側邊嘅我唔係，你睇唔到我個腳咁樣噶，我腳係同呢度係平嘅，睇唔睇到？係，你唔需要嗰度，或者你係向上走，你可以落咗嚟冇問題，但係呢度咧一定係平嘅，冇突出嚟，冇俾我睇到另外一隻腳，係垂直嘅，冇俾我睇另外一隻腳。好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，扶住6、7、8、9、10，踢咪踢到屁股？踢屁股，個屁股唔聽話，踢下佢，踢，哇！你睇馬蹄幾勁，好高啊！越踢越年輕啊嚇！你個經絡越踢越鬆噶 ，OK？ 你呢度好鬆咧，你個腰都會鬆噶 ，OK？ 唔怕呢個腳啫嘛，又唔係用你個腰 ，OK？ 你呢度鬆咗，你個腰就會鬆啲噶啦，係含胸拔背，係踢，開始數啦吓，預備，阿群姐一個腳向後啲呀，預備，開始好脹係咪啊？好冤噶 ，yes 就係要冤，我哋今日就係要個大髀冤 ，OK？ 唔冤就唔啱啊 ，OK？ 嚟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再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冤唔冤啊？好，拖下佢，大師嚟啦！拖下佢，拖下大髀，係好，將個手喺呢度，個腰呢度，放鬆個腰，坐落去，鬆一縮佢。呢個係白療啊，空手掌，拍一拍佢，放鬆。好，呵佢。其實咧係有一個妝法咧係非常之好，叫做休息妝。
名叫做引火歸元，引火歸元。OK， 呢個裝法咧係好攰嘅，所以我好少叫你哋做。一陣間或者我哋試下放學之前做下得唔得？做少少，但我可以講俾你聽佢點做噶。其實佢好容易㗎咋，將呢個手背你先放喺腰眼呢度，跟住離開少少。你好攰啦，就慳翻少少。就係呢一個動作，你會 feel 到我嗰時我老豆三七神經痛咧，佢都會 feel 到成身發熱鬆晒。呢個係非常之好，叫做引火歸元，將所有啲嘢全部歸翻嚟。誒是但啦，一陣間我哋最後先做呢個。OK， 好，想唔想坐啊？想坐就講一聲啊，攰唔攰啊？你 OK 啊？要不要坐一下？有冇有坐啊？坐你坐啦。OK， 好嚟做美女照鏡，查前屍手係咪？係咪？鏟屍手，前屍手，我老公成日講笑我啲廣東話㗎。前屍手，前屍手咧係有好多種㗎喎。OK， 即係呢個咧美女照鏡咧都係一隻係咪？仲有好多㗎咁樣，龍鳳飛上、玉鳳飛上又係前屍手一種。咁我哋一開始慢慢做，同埋今日咧我會教下少少側邊腳㗎，左右腳㗎，咁樣你就冇咁悶。首先係正面，好，將手慢慢放開嚟就放落去，好，抬起嚟，收翻一個，收翻兩個，轉出去一個手冇喐，先冇轉身先，直㗎，翻來啊，推出去，我睇唔到意啫，推出去，一個手咁樣，一個手咁樣，翻嚟，係推，記得啊，出邊嘅手，出邊要翻屋企啦，呢個出去搵食啦，一個出，一個入，一個出，一個入，一出一入，係，扔喺個手呢度 ，OK。我叫做美女照鏡，點解咧？你照住個鏡，個手翻嚟出去，好，開始喐其他動作啦喎。OK， 將呢個手轉去一邊，翻嚟轉去一邊。你睇我屁股冇喐到噶，轉，very good， 轉。收翻嚟嘅手，望住個手轉過嚟，望住個手轉過嚟，照鏡。阿欣已經亂啦，阿欣已經亂啦。嚟，收翻嚟，照鏡，照過嚟，照鏡推出去，照鏡過去，照鏡。阿姐姐錯晒，紅色衫姐姐，照鏡個手對住自己，你照鏡啊嘛。有個手照鏡啊嘛，係推扭身，翻嚟照，係推，翻嚟照。你點樣喺下面走嘅咧？不是的，你翻嚟咁樣推，唔係喺下面啊，係直推。翻嚟啊，再翻嚟啊！不對，你又變成這種了 ，no， 推出去係咪？一翻一推，直㗎，一翻一推。如果轉身咧，就係翻嚟扭身，直推，翻嚟直嘅，翻嚟扭身。呢度啊，照鏡，你咁樣點啊？玩 iPad 啊，照鏡啊嘛，照鏡啊嘛，推過去，美女照鏡，
嗱，大師姐咧做做下就變雲手啦，又係唔同噶啦喎，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嚟噶，雲手係唔同噶啦嘛，照鏡係另外一個嚟噶嘛，嗱照 ，OK， 如果覺得好難，嗱咁樣將右腳踏翻前面，踏翻前面，右手推出去，左手喺呢度，翻嚟 bend your knee， 推出去，翻嚟練埋你嘅膝頭哥。點解你哋嘅膝頭哥個個唔喐㗎？推翻，你喺呢個好似跳中字舞咁樣嘅陰功。推，你有冇跳過中字舞㗎？手你就係啊，所以你咪跳緊中字舞咯。個胸會突出去，含胸拔背，有啲似太極嗰個腳咁啊，係咪？嗱，我仲係有腳喺前面，有喐向前，翻嚟，有啲似我哋狗牛，即係捉牛尾咁樣個腳，推出去，翻嚟，推出去係弓步，翻嚟。照鏡，照鏡，推，鏡，推，鏡，推，轉，推，推，換咗兩個腳啦喎，翻嚟，推，翻嚟。推，阿群姐，你睇我哋嘅腳，呢個腳推翻嚟嘅嗰時咧係好鬆噶，記唔記得啊？好似狗牛拉狗牛尾咁樣嗰個咧，係咪？係咪？推出去個弓步，唔係擰屁股，叮叮叮叮，唔係，沉落去，向前走，沉落去。個屁股基本上都冇咩喐動噶，嗱喺後面睇下，個屁股基本上冇咩喐動噶，係咪？沉，推，沉 ，yes， you good， 推，沉，推，推個手，邊個弓步邊個推，翻，推，翻，推。好 OK， 嚟對3個1，前後係1個2，最後1個，好，翻嚟 ，OK 嗎？鬆一鬆佢，坐低啦，坐低啦，半個鐘頭啦，企啦。哎呀，攰啦咧，係咪？好，搓下膝頭哥。啊，攞張凳嚟啊！鬆一鬆膝頭哥，撳翻大髀呢度，撳實佢，用個手踭、手根嘅力，推到呢度，包一包佢，好，過嚟，撳翻，推，講俾你聽係咪凍嘅先？係咪？呢個膝頭哥係凍嘅，手係暖嘅，啱唔啱啊？燕姐？呢度係凍㗎，呢度係暖㗎，手係暖㗎，係咪？你膝頭哥係凍㗎，所以咧你係咁樣推上去，跟住包一包佢，嚟撳實，推。OK， 好，停一停。好，轉一轉膊頭。一陣間我哋嘅引火歸元咧，都可以坐住做嘅，所有啲裝法都可以坐住做。好，1號。
所以我唔出聲住。OK， 好啦，我要開始好大聲同你哋講嘢啦。OK， 好嗱，將身體坐直先。阿燕姐將腳出嚟少少，唔好曲住。你埋眼，心入邊叫佢 shut up。閂咗門啦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得啦，佢哋會靜落嚟噶啦。我哋心靜，佢哋都靜落嚟。慢慢調息，好，慢慢將眼打開。你哋想做啲咩？記唔記得有啲咩好舒服嘅位？你哋想做嘅？滾鞭炮，記唔記得點做啊？Oh my god， 滾鞭炮點做啊？耶！唔怪得知係老同阿燕，我又叫燕，阿燕子記得，連大師姐都唔記得，有冇搞錯？You fail 。OK， 好，韓國大叔拳頭捉住，邊個手喺上面就轉邊邊。如果你呢個手喺上面咧，就轉嗰邊。OK， 你呢個手喺度就轉嗰邊。邊個手喺上面就轉邊邊。好，上去先。大力士，女神，好，拱背。頭先個手喺邊個上面就喺上邊。好，轉身，對住，打開，收翻，格拉地呢度。你小心啊！你撞到我啲嘢啊！你過嚟啲啦，仲過嚟啲啦，仲過嚟啲啦。我哋兩個親密啲啦，嚟啦，過嚟啲啦。唔會撞到啦。唔會。係啊，呢度啊，你搞到我都錯晒。OK， 彈出去。A 大姐冇 overband， 太 band 啦，翻嚟啲。好，後面嘅手去揾前面嘅手，係扭身嘅呢個，抬上去，落。OK， 交叉，換手啦喎，女神。好，拱背，個背寒背啫，轉身，打開，收翻，彈。好，前面手冇喐，翻嚟，上落喺旁邊睇，我兩邊都做。好，另外一邊，開，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翻，彈出去。好，後面嘅手揾前面嘅手，我哋係轉身嚟扭嘅，落，轉呢邊，係 ，OK， 好，開，馬睇，好大隻，你咁靚女咁大隻，好大隻，平啲呢度，高啲，平啲。好，拱背，係咪好舒服啊？呢個拱背係咪？好，轉身，拳頭對住自己，拳頭對住自己，打開。阿玲姐個錢對住自己，反過嚟 ，no， 轉過嚟。你睇下阿燕姐點轉噶？個拳頭對住自己，揼心揼肺，拳頭對住自己，唔係咁樣，你好辛苦噶嘛？咁樣噶嘛？拳頭對住自己啊！係啦，打開，縮翻少少，彈，後手揾前手 ，yes，good， 搞掂啦吓，好，想做幾多個啊？左右為一個，兩邊做咗啦，我頭先呢邊兩邊做咗 ，OK， 重新嚟過。
全部歸零，重新嚟過，做10個 OK， 左右為一組，做10組。呢個動作咧，其實係將你哋身體嘅扭動，個腰要放鬆，係咪？拱背嗰時咧，你個腰要係鬆噶。呢個咧就好似我哋練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咩器材啊，嗰啲咁樣，就係練嗰啲，即係有時嗰啲人嚟做嗰啲 carry 嗰啲好重嗰啲嘢嗰啲咁樣咧，舉重嗰啲嘢咁樣，感覺就係用手臂力量。馬太又痛啦個手啊！一陣間過嚟幫你。OK， 抽水。哦 ，OK，so 冇拎重嘢咁樣，你係邊個地方痛先 ？OK， 你撳翻呢個位啦，撳翻呢度，撳翻呢度，係啊，會㗎。如果再唔係咧，再唔係咧，撳翻呢度，係個大拇指，一係你呢條筋痛咧，你可以撳翻大拇指呢度，係啊，大拇指呢度啊，大拇指又撳翻實，聽，馬睇呢度啊，大拇指嘅邊邊呢度，因為你係陰面呢度啊嘛，係屬於肺經，如果啱啱痛，唔好超過10日啊嘛，係咪？未超過10日啊嘛。OK， 撳翻呢度都好噶，撳翻呢個位，撳翻呢個位，你一大力撳，你會扯住呢度嘅，你試下有冇撳？用個指甲大腳嗰度，你撳錯地方啦，梗係啦，唔係啦。嗰度 OK， 嗱，你喺呢邊係咪？你陣先啊。我撳呢邊。冇感覺喎。No， 我知道，等陣先。哇，俾我整紅咗啦！放鬆，有冇鬆翻？我揾唔到嗰條筋嘅問題，等先。晏啲放學嗰時候放啊。我唔係做醫生，係呢個係一個穴位添啊。嗰啲已經係啊，等陣先，好做咗先，一陣間要俾人 complain 話講太多嘢啦。好嚟 ，OK， 騎馬式，右手向上或者左手向上 ，That's matter。好，上，listen， 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翻。彈，好，轉翻嚟，上落，另外一邊 ，listen，hello 婆婆，嚟落，轉身，打開，收，彈，嗱彈手呢個對你嗰度都好嘅 ，OK， 好落，嚟一個啦吓。稍微快少少，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翻，彈，出嚟，好，上，落，轉，開，收，彈，上，落，兩個啦吓，第三。落，轉，順勢，轉，翻，彈，翻嚟 ，OK， 一踏，上，落，轉，開，收，彈，翻嚟 ，very good， 3個啦，第4，差唔多，一半啦，嚟，拱，轉。開，收，彈，翻，上，落，嚟，5個啦，差唔多係咪？4個，
呢個係4個嘅最後一半，準備5個，5個係右手開始嘅，彈翻上落，攰唔攰啊？攰啊 ？OK， 仲有5個，我哋快咧，你嘅身體就會發熱。嗱，同埋咧，我一見到你哋有個問題咧，係身體扭過去，係啊，所以我就係要停落嚟5個，你都係㗎。等等等等，因為你本身都係腰痛，所以你呢個時候咧，你試下 ，OK， 分解動作，扭腰，扭腰，翻嚟，扭呢邊，翻嚟，扭，越扭越鬆，翻嚟，扭，係咪？即係阿玲姐，嚇，依家扭得好靚啊！但係你彈呢度，彈喺呢度，扭住呢度係啊，係咁樣彈噶嘛，係扭住腰彈啊！呢個 OK， 好，開始啦，仲有5個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哇，唔係跌倒啊嘛！好，雙手交叉，同佢鬥大聲嚟，去打落，轉身，打開，收，彈，喺前面揾，上落，我係用氣嚟講嘢㗎 ，OK？ 我唔係用喉嚨，我係用呢度，所以我會大聲過佢哋 ，OK？ 如果我係用喉嚨，你好嘛，就喺呢度啦，但我去係用呢度噶 ，OK？ 嚇親佢哋添啊！用丹田用個氣嚟講嘢，你就唔會咁攰 ，OK？ 好，嚟拱背，温柔啲，打開，收，彈，佢哋唔嘈，我哋就細聲啲，上落，好，轉，上，拱背，轉，開，翻，彈。翻到前面上落，嗱，再睇一次啊！我哋有一個好靚嘅位，你覺得我是最漂亮的，有個靚位，睇住點樣靚位法啊？即係咪咁樣？係咪？你哋唔好做住，你哋踎埋頭睇唔到我啦，好靚嘅位嗱，咁樣係咪？跟住咁樣係咪？跟住好温柔嘅轉就起嚟啦，好温柔嘅打開，收翻，大力彈出去。有緊有鬆咁啊，連住住咧，轉翻另外一邊，我做咗，你哋做，我睇，拳頭，女神，咁多人做，你睇住佢就得噶啦。跟住落去，我檢查，Oh my god， 好，心口係要轉住個身嚟啊，燕姐發夢喺度。自己做啊，睇你哋做，轉身起，打開佢，温柔噶，收翻嚟，温柔噶，大力啲，震，後面嘅手温柔噶，上温柔噶落 ，OK， 到最後嗰一個咧，我要全部一個一個做下 ，OK， 好，交叉 ，Hello， 細粒婆婆嚟，打開，落去。轉身，開，收，彈，翻到前面，上落，仲有4個噶吓，好開，嗱，你唔好咁樣你好辛苦呢度，係打開好闊嘅，呢度平啲，我哋做瑜伽都有呢個位嘅，好，拱背，温柔，打開，收翻。大力翻嚟，你又係平噶，你冇扭身體，你冇扭身，你又跟住群姐好叻噶啦，睇住呢度，前面全部係前輩嚟噶，你嘅前輩，你跟住佢哋啱噶啦。好咧，仲有4個，細粒婆婆都做得好好，行，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翻，彈。翻嚟啦，上落
交叉，開，落，轉，開，翻，彈，翻嚟。做完呢個你腰今日會鬆啲㗎。幾多個啦？3個啦係咪啊？7個，係啊，仲有3個。好，有人幫我數住㗎吓，我好多秘書 ，very good。轉，開，收，彈，翻嚟，上落，叉，開，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，彈，係今次啱啊！翻嚟，上落，仲有2個係咪？最後一個。我跟住你哋咧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人做一次。好，再嚟，拱背，扭，開，收，彈，翻，上，落，係啦，細粒婆婆好叻，交叉，嚟，加油，轉身，開。收翻喺旮旯地呢度，彈出去，轉翻嚟，上落，最後一個考試啦吓，交叉，開，落，轉，開，翻，彈，翻嚟前面，上落，交叉，開，落，轉，開。翻彈翻嚟上落，邊個上第一個考試啊？咁啊咩名眼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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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馬蹄，我隨手指啊！快啲，一陣要俾人捉到收工噶啦！快啲嚟，我幫你做一邊啫，另外一邊你自己做，我就叫另外一個人做。OK， 好，開始騎。No， 騎馬未拱背噶，騎馬，哇，上咗馬好型噶，好，打開，女神，我仲叫女神，你就咁快啦，女神同我咁樣，好，拱背，好，轉身，打開，收，你仲話手痛 ，OK， 打開，收係咁樣夾，係夾你個旮旯底呢度，夾住兩邊。彈出去，翻嚟，上落，你快都錯，嚟，快都可以唔錯，快啲，最後轉身嗰度，快啲，轉身，好，打開，收翻，你唔係，大燈，唔係，係收翻，彈，no，你個手痛，我要幫你震翻呢度啊嘛，震翻啦，有啲力，咁樣彈 ，no 喺旁邊，係咁啊動起嚟嘅彈咧，同咁嘅彈咧個手個位唔同噶，你哋試下，咁樣，同埋咁樣唔一樣噶，你 feel 下 ，OK， 好，翻嚟算你啦，跟住咧，後面嘅手揾前面彈完咧，跟住咧彈咗就完啦，你又翻嚟啊！係啊，上落，唉，50分啦，50啊，啊，群姐，OK， 你做翻另外一邊啊，如果佢唔平衡啊 ，OK， 交叉上落，拱背噶，嚟，你唔好咁樣嗱，群姐拱背咧，哇，舉鼠嘅，即係偷番薯 ，no。放鬆啲，膊頭放鬆，個睇住啊，膊頭放鬆，你個背咪鬆啦，膊頭放鬆，背鬆啦，啊哈 ，OK， 好，起，轉身，你睇，打開，收翻，旮旯地，彈，後面嘅手揾前面嘅手，上落，俾佢幾多分啊？70分 ？No， 勉勉強強59。你啦，你笑得咁開心，到你啦，嚟，快啲，嚟，騎馬上，好落去，拱背，放鬆個膊頭。我發覺一個問題，你哋個膊頭全部都係 ，no，
no 個背嗱，將個肚後一拱，放鬆，呢度就鬆啦。感覺下係呢個要鬆個背，你冇咁樣，你呢度鬆咗呢度，哇，好緊，你明嘛？要好靚噶，搭，好靚噶，一搭，我係同佢嚟個，好學生嚟，好嘅，騎馬騎靚添嘛，哇，騎得幾有型啊，幾勁啊，幾直噶 ，right？ 好，打開，女神。好，拱背，好呢個溫柔嘅，一抬上嚟轉身，拳頭對拳頭，拳頭對拳頭，係打開，收翻，單，好，後手指係上落，話可以俾你70分，婆婆，輪到你啦，嚟一齊嚟啊，我陪你一齊嚟，好，騎馬，上去。拱背 ，OK， 轉身，打開，收翻，單，哇，幾犀利，上落，佢係有加分75分，到你啦，玲姐，你笑得開心就到你啦，嚟，快啲，冇時間啦，一陣間俾人趕啦，騎馬，好，女神。係啦，嗱，幾有型嘅，幾大力 ，OK， 拱背，放鬆個膊頭，係轉身，係啦，打開，收翻，溫柔啲啦，哎呀，彈出去，彈，好，後面手轉前面手，上落 ，OK， 大師姐，嚟，大師姐，你都要做噶，俾幾多分啊？頭先唔記得咗。俾你75分啦，啊馬太你要加油啊嚇，你唔考格 ，OK 好，係落去放鬆個膊頭，拱背放鬆個膊頭，係啦轉，睇下呢個好溫柔嘅，收翻，彈先係用力，後面嘅手揾前面嘅手，上落 ，OK， 好輕，又快一點啦，還有5分鐘。你唔好嘈啦，快啲啦，唔好嘥時間，人哋一陣要趕我哋噶啦，快啲交叉，打開，放鬆，轉身，你落去啊，哦，跟住轉身，邊個手喺 no 轉嗰邊，邊個手喺上面就轉邊邊，你轉嗰邊啊，係 ，OK 好開，落。你佢呢個係最求其40分，嚟，好嚟交叉，打開係咁樣玩你先記得到噶嘛，拱背，轉身，打開，收，彈，慢慢向前，上落就得你哋兩個，你做 ，OK， 好嚟，哇！你睇幾勇，我話呢個阿老統最好，好嚟，好，女神唔係交叉 ，OK， 好，女神，拱背，係啦，個腰再放鬆啲，起轉身，打開，收翻彈，係翻上落 ，OK，very good， 可以嗱。嗱，係啊 ，OK， 我諗住你好勁啦，我唔使講啦嘛。好，女神，好，拱背，好，轉身 ，no， 轉身嗰時個拳頭對住自己。如果你手邊邊就喺邊邊嘅扭住個腰，對住自己嘅拳頭係咁樣打開，係收翻，向旁邊收，然後 turn。轉你個 body， 轉咗你個 body， 轉身你係轉咗邊邊嚇，跟住彈出去，跟住後面嘅手揾前面嘅手，上落，仲有你係咪啊？做咗未啊？做咗啦，哦，40分係咪？喂，我都懵咗啦。OK， 好，
咁啊，因為時間關係，做我哋嘅最後嘅休息裝。頭先我教你哋嘅引火歸元。好，慢慢將個手坐住唔使起，坐住將個手放住個腰眼呢度，搭住先，慢慢離開少少，坐住離開少少嚇。好，將眼眯埋，膊頭放鬆。你會 feel 到你嘅手背慢慢會發熱發脹。眯埋眼，呢個係休息裝，引火歸元。如果手好攰，可以將個手背放喺你嘅腰眼嗰度。你哋嘅耳仔去揾音樂嘅聲音。